Hello，大家好，你係咪整單根眼睫毛好多年呢？又或者你係做緊開花款式，已經做緊好多年，開始又想歸於自然。咁而我今日想同你哋介紹最新嘅眼睫毛 Special Y， 佢係具備咗單根間接嘅纖幼度，佢又可以真睫毛做一個倍增嘅效果。傳統單根眼睫毛每一條都係根分明，非常清晰，然後佢直上一條真睫毛度。而開花嫁接或者一啲三葉草嘅款式咧，滿足我哋自身眼睫毛比較弱小或者中意好濃密嘅客人，佢會有一種重疊嘅效果。而 Special Y 咧，佢本身係有一個長短之分嘅喎，眼頭嘅位置咧會短過眼尾部分咧2mm嘅，每一束咧開出嚟嘅時候咧都係一個 Y 型，就係因為佢咁樣獨立而一開二嘅效果，所以佢做到一個極具纖幼而且一個好舒適嘅體驗，所以佢絕對係自然與濃密嘅平衡好幫手。佢同自己嘅頭髮眉毛嘅顏色係一模一樣，但係你又會覺得好多單根咁嘛？自己啲睫毛其實都係咁噶嘛，即係都係有啲長、有啲短、有啲長、有啲短。係啊，所以就好自然咯，出嚟感覺好似自己咁樣。